睇緊影片嘅你咧，好可能喺人生迷茫嘅階段，唔知道未來嘅人生方向。你好想突破而家嘅現狀，但係揾唔到出口。大家好，我係桂蓉老師，我係一個數字天賦心理學嘅導師。喺嚟緊我嘅線上工作坊裏邊咧，我會帶你去深入探索生命數字學嘅奧秘，幫助你咧去揾翻成功嘅密碼，突破事業嘅樽頸，俾你嘅人生咧有機會越走越順。喺嚟緊嘅工作坊裏邊咧，你會學到以下5樣嘢，包括咧了解生命數字分析嘅步驟啦，揭開你嘅性格優勢同埋短板。第二啦，我會剖析1到9號人嘅性格特徵，幫助你咧更好咁理解自己同埋讀懂其他人。第三啦，就係我哋會一齊探索你嘅人生黃金20年，究竟你喺早年、中年同埋老年時候嘅創富邏輯同埋數字規律係點呢？跟住啦，我哋會利用數字5行去分析你而家嘅健康狀況，俾你咧可以更清楚咁去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健康。而最後，我都會教你咧點樣去掌握今年嘅流年運勢，咁咧可以把握你人生每一個機遇，走少啲冤枉路。了解自己，人生從此改變，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口號，而係我想帶俾每一位參加者嘅真實體驗。所以唔好再猶豫啦，俾我哋一齊去探索你嘅數字生命地圖，發現你嘅隱藏潛能，實現真正嘅自我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工作坊，好可能係你改變人生嘅機會。快啲 click 入以下嘅連結報名參加啦，期待喺工作坊見到你。